咗糖尿病等於緩期死刑？你係唔係又喺度大啖大啖咁食降糖藥呢？食壞肝腎，血糖仲忽高忽低？你係唔係呢樣唔減食，嗰樣唔減食，日日諗住點樣降血糖，度日如年？降血糖淨係食藥唔得噶，無論係西藥、中藥，抑或係胰島素，一旦長期使用，都會透發藥源性併發症。研究發現，服用肉桂能提高血糖代謝。美國研究發現，肉桂能增強細胞對胰島素嘅反應，所含成分仲能使糖分分解嘅速度加快，顛覆咗百萬糖友食藥打針嘅傳統模式，係尿糖問題者嘅福音。此外，一項刊登喺美國營養學會期刊嘅研究顯示，肉桂有助調節患心血管毛病同尿糖問題。呢個因為肉桂具有抗氧化作用，可減輕好多脂肪食物對心臟造成嘅壓力。根黃肉桂精華膠囊採用完善嘅科學化提取技術，萃取肉桂水溶性成分，唔含雜質及有害成分，使人體更易吸收其草藥精華。佢有助溫養脾胃，促進消化液分泌，溶解碳水化合物及激活胰島素嘅反應能力，有助促進糖分同能量嘅轉換過程。除咗肉桂，根黃肉桂精華膠囊亦含有多種草藥濃縮精華，包括一、苦瓜，助除邪熱解疲乏，清心降糖，聰耳明目，潤澤肌膚，使人精力旺盛，有脂肪殺手之稱。二、大花紫薇，喺菲律賓，人們傳統上用大花紫薇泡茶，以助改善尿糖同肥胖問題。三、羅泥果，助維持免疫同心血管功能等。四、穿心蓮，涼血消腫，用於邪毒內盛、發熱腫痛等。五、辣木，抗哮喘、抗糖尿病、補肝抗炎、抗微生物、抗氧化、抗潰瘍、抗過敏、傷口愈合、鎮痛解熱等藥理作用。根黃肉桂精華膠囊60粒加20粒免費，售價新幣48蚊，喺新加坡各大中西藥材店均有出售。詢問電話65625526，65625526。希望本文能俾你幫助。如果你中意本文，請分享俾更多朋友。點擊右下角分享到好友圈吧。